Zip 噏劇場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島篇第67回，舅父的留言中篇。時間180年9月21日，地點封閉區域 Area DB Island 第3個島。翻開舅父從未曝光嘅日記，第一頁嘅日期係180年3月3日，即係佢出海然後失蹤嘅第一日。佢回顧翻2個月之前同我爸爸盧和飲酒嘅事。當晚阿爸飲醉咗酒，佢話咗俾舅父知參見玄武大帝嘅方法。跟住舅父真係飲咗靈魂之水，見到呢個啞鈴洲嘅真相，即係呢個世界嘅真正顏色。佢仲靈魂出竅，飛越百草園、千獸島同我身處嘅第3個島。可惜一道雷劈落佢度，就一瞬間翻到去北帝廟。點解千里眼同順風耳神像有綠色馬同灰色馬嘅？究竟呢啲顏色係咩意思呢？又係你係求知，連埋今次你已經係第3次飲靈魂之水咯。把聲喺順風耳神像傳過嚟嘅，你就係順風耳神？我既係北帝，又係順風耳，亦都係千里眼，即係3位神，原來係3位一體嘅神。我哋求是每一日都望日觀星，就係想推算你回歸嘅日子啊！我今日終於見到你啦，我好多嘢想問你啊！你做嘅每一件事我都知道，包括前2次你飲靈魂之水嘅經過。2次？但係今次先係我第一次飲靈魂之水啫。10年前嘅同一日，盧和飲醉酒，同你講唔想做呢個虛構世界嘅村長，教你飲靈魂之水。5年前嘅同一日，盧和又飲醉，亦講咗同一番說話，同教你飲靈魂之水。到咗今日就係第3次。10年前、5年前飲靈魂之水參見玄武大帝咁大件事，我冇可能唔記得噶，冇可能噶。咁係因為我洗咗你哋2個嘅記憶，但估唔到你哋會重複犯錯。唔通呢個就係人性同埋求知欲？犯錯？參見你點會係犯錯啊？因為只有盧靈嘅後裔可以做村長，有權知道呢個世界所有真相。求知，對唔住，若果唔係盧和口講俾你做村長，系統都唔會出錯，令靈魂之水喺你身上起到作用。不過我嚟就係修正呢個錯誤。你意思係得盧氏可以，但係我哋求氏同埋海氏唔得？我唔明喎。我哋2大家族一直都好遵守你留俾我哋嘅世界同埋教誨，唔會比盧氏做得少咯。呢條係創建呢個世界嘅規則，維持大家嘅平安係需要付出代價。所以你又想洗我腦？但係我肯定1年之後，姐夫又會飲醉酒，佢又會唔想做村長，又叫我去做，因為我太熟悉姐夫嘅性格啦，同埋我係呢條村求知欲最強、最想知道真相嘅人。乜真相真係咁重要咩？係，我覺得出世喺呢個世界最重要，亦都係最快樂，就係求知。重要到你可以付出所有？與其做一隻快樂嘅豬，我情願做一隻不斷探險嘅雀仔。但知識同真相可能都係一個囚路嚟喎。但係至少我試過啊。既然係咁，我唔會清洗你嘅記憶，但就算你再飲靈魂之水，都唔會有效。但係我會同村民講我發生嘅所有事，就算有效冇效都係一樣。創建呢個世界其中一個承諾，就係賦予你哋若干嘅自由意志。我就當你係一個實驗，睇下你可以行到幾遠。我個頭好痛啊！尋晚阿芝啊，尋晚我姐夫，你快啲話俾我知，點解飲完靈魂之水，成個世界會變咗墨綠色同埋灰色點點嘅？仲有啊，我同你最內層嘅顏色係唔一樣嘅喎。阿芝啊，我對你唔住啊，我唔應該話俾你知參見玄武大帝嘅方法嘅，係我害咗你。不過玄武大帝話唔會懲罰你同我嘅，所以姐夫，所以你要話俾我知你知嘅所有事啊！究竟玄武大帝係點嚟噶？仲有啊，點解你會話呢個世界係虛構嘅？呢一層我唔可以。姐夫，我哋所有村民一直都期待玄武大帝嘅回歸，所以我哋求是不斷觀察推算，而海事訓練自己海戰嘅技能，就係怕9頭海蛇會復活。
姐夫，你明明知道所有真相，點解你唔話俾所有人知呢？哎呀，我真係唔可以啊！唔通我哋真係唔配知道實情咩？唔係唔配，總之為咗啞鈴洲同大家嘅安全，係唔可以啊！我一個人去承受就得噶啦。阿志，原來你真係喺度啊！今日到你去觀星閣當值啊！仁叔，我琴晚飲咗靈魂之水啊，見到呢個世界由綠色同埋灰色點點所構成噶，仲有啊，我哋每個人最內層嘅顏色都唔同噶，連某啲花草樹木同埋動物都有顏色噶。靈魂之水，阿志，你講咩啊？阿仁，你唔使理佢嘅。尋晚我同佢都飲醉咗，所以佢夢到乜嘢就講乜嘢咯。我冇發夢，我仲見到玄武大帝添啊！你見到玄武大帝？仲要原來我之前已經見過佢2次噶啦，只係佢洗咗我記憶。阿志，你想見玄武大帝，想到發夢都見到佢啦。我都話冇發夢咯，我仲去咗第3個島啊，就喺千獸島東邊啊。第3個島喎，咁邊有可能唔係發夢呢？阿志，仁叔，我最客觀嘅，你話你去咗第3個島，咁航海記錄呢？坐標呢？呢一刻冇啊。阿志，睇嚟你尋晚真係醉啦，你快啲去梳洗，然後去觀星閣當值啦。仁叔，連你都唔信我？我哋求事信嘅係證據啊！好啦好啦，阿仁，我會帶阿志翻屋企換套衫，好快過嚟。阿和，作為村長嘅你，都唔好飲咁多啦。得啦，姐夫，你知我講嘅係真噶？阿志啊，我哋以後可唔可以唔好再提尋晚有關靈魂之水嘅事啊？即係你間接承認我尋晚嘅經歷係真嘅，唔係幻覺。尋晚大家都飲多咗，所以你就唔敢認？雖然佢話飲靈魂之水喺我身上邊唔會再有任何功效，但係只要我揾到第3個島，就可以證明我所見嘅事啦。點都好啦，可唔可以唔好同阿陸仔、阿偉仔佢哋透露尋晚嘅事啊？你用村長身份命令我？係親人嘅身份啊！我想大家簡簡單單同幸幸福福咁樣喺度生活落去啊！嗰日之後，我就自己去咗百草園，收集卡比木同埋9節木維迪斯葉去製作靈魂之水。但係可惜，真係俾姐夫所講嗰個咩智能封咗我身上嘅效果。但係我冇咁容易放棄噶，所以我以靈魂之水做基調，嘗試加入百草園唔同嘅草藥，希望可以產生作用。嗰1個月，我喺自己嘅煉藥房不斷試，結果哇，好苦啊！不過唔緊要，最緊要有效。靈魂之水，呢個世界以外，仲有其他世界。我以為我終於試到另一種靈魂之水，但係原來只係我中毒嘅幻覺。嗰一刻，我出現幻覺嘅情景，俾好多村民見到，佢哋嘅反應係：求知有施藥啦！我諗佢想見玄武大帝，諗到傻咗啦。又話咩呢個世界以外有其他世界，又話咩綠色、灰色點，睇嚟佢真係有幻覺，真係有病啊！或者真係天外有天同島外有島啊！但佢講啊，我唔信啊！大家都唔好聽佢講咁多添啊！最後我俾村民認為係傻同埋癲嘅。我突然明白嗰個咩智能點解唔洗走我嘅記憶，因為靈魂之水冇效用，我就冇證據證明自己，村民亦都唔會相信。喺嗰刻，我真係覺得自己好無能啊！但係唯獨偉仔，佢由始至終都相信我，所以我唔可以令佢失望啊！我決定再去百草園試藥，以及出發去第3個島。4個小時嘅船程足夠我回憶呢2個月發生嘅事，我一一寫咗落呢本日記度，然後我就登上百草園去揾下一款可以發揮到功效嘅藥材，而其實我有啲眉目啦。Zip 噏劇場 Game of Eden 第2季小島篇第67回，
舅父的留言中篇。阿歐飾演球志，斯芬飾演盧六，阿信飾演第5任村長盧和，小強飾演球人，岳騰飾演 K Area DB Island， 小白船仔客串村民。編劇及製作阿攝，音樂 Beat Friday，封面設計 Follow Me Like Black。